Y Y 看天下，大家好，我係 Y Y， 今日跟關鍵去惠陽玩2日，團費每位199，包咗3餐，仲有豪華 KTV、酒店泳池、麻雀玩樂，晚餐仲有駐場歌手演唱，而且冇戶外景點，唔怕熱辣辣，亦唔使聽書，係一個 hea 爆純玩團。集合時間9點半深圳灣，10點半羅湖，擺好行李就出發啦。今次遇着個搞笑導遊，行到佢嘅位，佢同我講：，導遊，行住先，望下咧。佢突然之間同我講：，你有冇發現到啊？你好似個明星喎！佢好直接同我講啊，佢話越睇我越似白羊咁。我最想睇咩？睇佢咩樣啊？哦，你唔知啊，當其時一睇到圖片，嚇到我驚驚地啊！佢同我講白羊得好靚仔嘅，靚仔唔搏咯。聽下笑話，休息下，話咁快就到咗第一站午餐嘅地方。今餐食3雞火鍋宴，每圍真係有3隻斬咗件嘅雞，再加1盤魚蛋、肉丸、腐竹同菇菌，仲送咗1支可樂。另外可以喺出面任攞白菜仔、生菜、黃芽白同冬瓜，仲可以混醬。大家起勢馭晒啲雞落去，等若干分鐘後就食得。不過我就唔係太識欣賞啦，我覺得啲雞又唔係太滑，唯有食多啲菜啦。酒樓裏面都有好多嘢買，唔好放過 shopping 嘅機會啊！大概1點半到達咗今晚入住嘅麗景國際花園大酒店。呢個大堂令我覺得自己去咗泰國度假。酒店仲預備咗啲惠陽特產同埋飲品招呼大家。房間開箱，酒店係比較有歷史嘅，2眼就睇晒啦，1眼、2眼。溫馨提示：呢間酒店31台係有3色台睇㗎。仲有3個鐘先食晚餐，可以享受下酒店嘅設施。呢個泳池都夠你游1個晏晝噶啦。仲有健身房，中意行街嘅朋友可以去附近印象匯嘅商場。出咗酒店門口向左行，行到去十字路口再轉左，大概10零分鐘就到噶啦。雖然冇萬達廣場咁大，但係作為一個商場應該有嘅鋪頭，佢都有齊晒。最特別嘅係佢有沃爾瑪超市，你睇下呢度都可以行幾個鐘啊！真係好多產品都係佢自家品牌，叫做沃集先，有啲都幾特別噶。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嚟行下。夾公仔就見得多啦，夾代幣你有冇見過？真係名副其實嘅錢搵錢啊！5點9返酒店食自助晚餐，今次嘅主題係新馬泰美食節，供應時間係5點9至9點。海鮮區有扇貝、蝦、青口同埋龍，另一邊有蜆、3點蟹、星子。刺身類有三文魚、希靈魚同埋鯛魚，仲有幾款壽司，有中式燉湯、烤新鮮生蠔、煎魚、三文魚骨、豬扒、牛扒、馬來西亞烤肉、小龍蝦、雞串燒、菠蘿炒飯、燒雞、燒鴨、炒辣肉、辣海鮮、蔬菜、豬腳薑、炸物有炸春卷、炸香蕉、炸雞塊、地瓜丸，仲有炸蝦片、炸薯條、披薩。除咗中式燉湯，仲有西式蘑菇湯同埋泰式海鮮冬陰功湯，好少有嘅海鮮粥，小朋友最中意嘅爆谷，沙律區都有好多款式，仲有多款涼拌前菜。粉麵區有6款點心。睇下表演先再食甜品，睇下我哋嘅團友同表演者玩埋一份，幾開心。仲有菲律賓歌手載歌載舞。大家打成一片，場內氣氛非常高漲啊！甜品區有多款迷你精緻嘅蛋糕、朱古力噴泉、蛋撻，冬季有燉蛋、布甸，當然唔少得雪糕、水果。飲品有汽水、啤酒、鮮榨番石榴汁、西瓜汁，熱嘅有菊花枸杞茶、蘋果山楂茶、
蜂蜜柚子茶，每位仲送咗一盒椰汁雪蛤燉木瓜，可以補一補。食飽後嘅節目就係過對面 B 組唱卡拉 OK， 呢個湖畔景色好靚噶。呢個璀璨耀目嘅大堂已經好吸引，每團包咗一間 K 房可以任唱。另外過去 C 座雅朵酒店嗰邊仲有麻雀灑落。嚟到第二朝早餐時間係7點至10點，早餐有蒸腸粉、炒麵、牛丸、炒時蔬、煙肉、腸仔、黃金糕、粟米、番薯同烚雞蛋。另一邊有油炸鬼，同琴晚一樣有薯條、炸雞件同地瓜丸，有即製煎蛋、皮蛋瘦肉粥、小米粥、熱豆漿、紫菜蛋花湯，仲有幾款點心同埋沙律、前菜、冷盤、麥片、蛋糕、麵包、水果，飲品有果汁，朝早唔少得嘅咖啡。退房時間係中午12點，今日午餐係唔包嘅，所以可以去酒店嘅飯開茶餐廳或者出邊揾食。周邊嘅選擇有呢啲，或者可以去返琴日印象會，都有好多餐廳俾你揀㗎。1點半離開酒店，大概2點4就嚟到呢個團嘅唯一景點萬達廣場，喺呢度行1個鐘，大概3點半到就上車去關口啦。嚟個快閃總結，呢個團費199，導遊費2日180蚊，總數係379蚊，包咗來回車費，包3餐。第一餐嘅3雞火鍋宴只係好一般，唔吸引，自助餐先係亮點。雖然食材唔係特別矜貴，但勝在款式多，可以食足3個幾鐘，仲有駐場歌手唱歌跳舞，與眾同樂，氣氛非常之好。而自助早餐只係一般發揮，另外包咗1晚酒店，房間比較舊，好在附近行街宵夜都算方便。最特別係豪華 KTV， 五光十色嘅大堂依然歷歷在目。整體嚟講，因為第2日午餐係要自費，所以計埋晒其實都要400幾蚊一位。對於本人嚟講，呢個團性價比只係一般。如果10分滿分，我俾6分。今集介紹住咁多先，大家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啊，拜拜。